B 班16號黎迪玩。今日我想介紹嘅呢就係我最心愛嘅玩具。第一件就係鐵甲旗號嘅15號，第二件呢就係 Uno， 我成日同朋友玩㗎。第三件呢就係魔力彩虹圈，係我 BB 嗰陣時好中意玩嘅遊戲。我而家俾你睇下鐵甲旗盒15號啊。第二件呢就係 Uno， 第三件呢就係彩虹魔力圈。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講下關於我隻鐵甲旗盒15號嘅故事。呢隻鐵甲旗盒玩具係一件新出嘅玩具，我想擁有佢好耐，但爸爸媽媽話唔會無條件咁買俾我，所以我要努力讀書，測驗取得好成績，令爸爸媽媽更加欣賞我，願意買俾我作為獎勵。就喺爸爸媽媽打算帶我去買嘅時候，我就唔小心整傷隻眼睛，仲要遮住隻眼睛1星期去保護佢。爸爸媽媽就拎住呢隻鐵甲旗號15號，當我好返嘅時候，我真係好開心啊！多謝。